因为当期新中者的生活补助今年开始将纳入后头厝的财产计算，初估将有9000名弱势补助恐惊被取消，日前就引发纳入议员反弹。所以上午的议会临时会以弱势好过年为主题来进行专案报告，议员无分纳入踊跃发言。因为今年这个计算方式的这个改变修正纳入这个家长这个直系亲属的这个财产计算之后，导致它不通过有1000多件被排除。然后包括我北区啊，像我们自己的选区，像北区其实就有近100件所以我们在服务处是接到非常多民众的陈情说啊，行外的叫拍鬼啊，然后政府还要苛刻他这个几千块所以我想局长这个部分我想市长也一定有听到大家的心声我们到底市政府目前怎么去回应？关于身障朋友，其实他要照顾自己就已经很困难了。其实你又要涵盖他的家人，他的爸爸妈妈以后要自己养老，都可能没有办法这个身障朋友来照顾。我们还要把他财产计算进去，这样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其实很不符合我们在地、我们实际生活的身障朋友所面临到的问题。我们社会政策怎么可以打折这样计算呢？换句话说，其实要调整的还是政策本身呐。尤其是像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户，它牵涉到家户金额、家户收入的计算的时候，你要这样想，他生活状况就不 OK 了，所以更有可能那个家户就算说他现在家户归户在同一户，可是人都四散去。真正要去工作什么等等的。面对该政策调整，议员用社会政策可以使用拍折处理来质疑。对此，局长伫会中澄清表示，台市新长者生活补助审核已经比中央社会救助法定标准较松，而且若无符合法定预算的弱势者，嘛依照特殊个案来处理。其实，在社会救助法里面规定是，如果低收入户是以户为主体，申请人的直系血亲，它是属于个别性的。那如果说先生申请，当然就是先生的直系血亲；太太申请就是太太直系血亲。这一次的话，我们有评估过，就是也跟大家都议员、议座们他们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也很努力的在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跟市长这边呢，大概有讨论过，有个共识，就是说，如果说也给他协助的话，会有个差异，毕竟他是不符合的嘛。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协助，因为原来已经有的，怕影响他的生活困境。议员都要替弱势新众清明。另外，有关下工24点钟值班的紧急救援服务，以及春节期间富康巴士经营，给有加独居老人关怀，加上长期照顾等服务据点的行业加强，拢要求市府好好处理。台湾新闻，阮是林英光采访报道。